片是要做那个树的叶子，山苏，然后里面是用那个纸箱的厚纸，这样瓦楞纸裁的，然后再用纸糊上去，一层一层把它包上去之后，做出一些纸的质感，再上色会比较有质感。 我是土啊，大家讲土啊你好。我嘛是来这像啊来这运动的啦。我上爱耍一个游戏哦，就是这个，这是啥物？安尼嘛看出来，讲唔对，就是跳绳啊，是跳绳。 哦，安尼大家把手举出来，啊，算到三，大家讲慢，哦，1、2、3。 来，
每个星期天的历史故事。
现那个刚要晕的状况。村子啊，辛苦啦！今天的饭真的好香啊！跳起来！哇！很棒！自己记得我头上最后一个。呵，请问你是什么？好了，我就长在他旁边。偷钱！你们的钱都被他偷走了。30日想那个星期，我来信，在这里，爸已经开始站在花圃，看到这些就想到家里。我们把这个故事献给高医生前辈以及高一杰前辈，就是谢谢大家今天听我们的故事，谢谢啊。因为他是我那个我们亲家的。对，他。啊，这个以前都是我们房间对，不知道我们小时候睡这里，都在这边，以前都是纸门的，现在这个都是被我们弄坏了啦。那个纸门小的时候都用烧的、搓的，对啊，所以到后来就用这个。那他们那个村子做保济的时候，他们这一张，专辑的。嘿嘿嘿，对对对，那个是。我觉得刚好是因为我们这次要讲的故事是高一姐前辈的故事，然后它是比较对我来说是比较诗意，也不是说诗意，因为它就是书信嘛。然后它的故事的走向也比较真的是侃侃而谈，好，把这个故事没有转化的讲完这样。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喜欢，可是我也不知道说这样的形式走到可能你下一次会觉得说好像还是需要一点娱乐，也不是娱乐，就是热闹，就让孩子愿意待下来的成分到底有多少？就当下还是会觉得很疑惑这样。那好险就是我们那时候开始开场啊暖场，然后他们的反应就觉得啊天哪，这好天使哦！然后大人们也很天使，就是大家都把自己好像变成一个很天真的人，很天真的孩子，然后跟我们互动啊什么。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是看到，有趣的是感动啊！就我等下就是我的伙伴大钱，他在念最后一封信的时候，他已经快要哭了，所以我坐在旁边，我有感觉到这样，因为前辈就在现场，然后你就看着他笑着跟大家一起玩着他的故事。谈山地，随时都有我的魂守护着。水田不要慢，高医生。昨天晚是就是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很厉害哦。我们把故事带回它原来的地方。你看，你刚说的，我以为是我。